中华的鹿港有保留真侪传统信仰文化，包括真侪庙寺，阁有宗教科技等等。其中王爷庙就占当地庙寺超过一半。在地文书工作者陈世贤就针对王爷庙来做研究。即阵伊嘛将伊30档来的研究成果写做册，也带大家去行踏了解鹿港的信仰文化。 所以在众爷内底很特别哦。咱等下礼拜内底看伊的神尊，伊是明代的一个将军啊，伊这个将军叫刘挺啊。参加文书行大民众，真足听文书工作者陈世贤解说鹿港为灵庙的历史。这间庙拜的是有老大岛称呼的明朝将军，属于鹿港的开港庙。所谓的开港庙就是施东时在清朝的时代，伊的新建甲重修是阮鹿港的地方的士绅甲鹿港的八交八交商业工会的组织伊来出钱来新建的。咱有机会我更较了解咱鹿港在王爷庙的迄个所有的细节，这王爷庙会反映出足侪鹿港当地迄个清朝时阵的历史背景。本身对咱台湾的历史文化和民间信仰研究真有兴趣，所以就趁这个机会来听世贤老师的文书行踏。陈世贤表示，敢若是鹿港街仔都有60多间庙，其中王爷庙占一半以上。伊30多年前开始调查王爷庙的信仰文化，记录暗访、送花神、送春牛等等的传统科仪。阮送春牛就是甲南部的送王同意思嘛，但南部的送王拢是固定时间3年1科，但阮鹿港上特别的是王爷降价祭祀才有办所以我30几年来，我拄着送春牛就是送王加记录着4遍尔。中华鹿港庙宇侪，尤其佮分做开港庙、角头庙、人君庙、宗亲庙。陈世贤也甲前年来的记录调查出册，举办文书行踏活动，望大众认捌鹿港特殊的信仰文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